廚房咧就掌管咗咧我哋嘅財富，亦都咧影響咗部分嘅健康。因為點解啊？所謂咧就係呢一個啦，就禍從口出，就病從口入。如果咧我哋一間屋入面咧個廚房嘅位置咧，同呢個流年咧出現咗呢個災星，或者廚房出現有戰鬥嘅咧，同樣咧令到我哋咧去賺取呢個財富啊，增加呢個收入咧，亦都係一個障礙嚟咯。亦都要提醒翻咯，如果你嘅廚房啊喺正一啲病位啊或者災難位嘅話咧，就會好容易咧就會食錯嘢，同埋就係呢一個身體差咯。咁身體差自然亦都影響咗咧就係你哋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嘅財富嘅收益。好簡單地有幾個位置一定唔可以擺廚房嘅，唔理邊一個年份，好啦，先畫個九宮格圖。學過風水嘅朋友或者冇學過都唔緊要，咁我 Ken Sir 現在話俾你知，一間屋咧，任何一個單位都好啦，佢個能量分佈一定係離唔開咧原始盤啦。河圖洛書入面一個洛書嘅原始盤就5入中啦，5、6、7、8、9、1、2、3、4，有幾個位置咧係必定唔可以咧用嚟做廚房嘅。嗱，第一個咧就係咧第一次入嚟睇嘅朋友，如果你想繼續咧收取我呢啲免費嘅資訊咧，就記得訂閱，仲要撳埋個提示令啊，個叮當個 bell 啊，咁我有新片咧就第一時間可以通知到你啦。Ken Sir 咧今年咧就舉辦咗一個平民化嘅風水講座，方便大家咧可以喺自己嘅家居啦、工作單位啦，就提升嗰個氣場啊，去令到你咧就可以趨吉避凶啦，容易啲達成一啲目標同埋效果啦。如果家居嘅話，可以就丁財兩旺啦，錢財同呢個健康咧都在於你哋掌握，平衡到咧就全家咧呢一個一團和氣嘅。大家想了解呢個平民化嘅風水方法咧，話咧請喺咧片尾嘅聯絡方法啦 ，WhatsApp、微信啦，就聯絡翻 Ken Sir 啦。第一個咧就係咧唔可以啊，就攞呢一個西北區，因為呢個西北區如果係廚房嘅話咧，就會出現乜嘢啊？火燒天門咯，因為咧六乾金為天咯，為乾卦咯，呢個五行係屬金嘅。咁另外咧對卦亦都係五行屬金嘅，呢一個正西位。咁另外咧正北位五行就屬水嘅。好啦，好簡單地咧，大家都認知到啦，就係廚房咧必定同呢個火氣有關嘅，所以咧火一定係會同呢個水火相沖啦。火克金啦，就會咳到你黐肺得他啦，你係會講錯嘢啊，定係會火燒天門燒個頭啦，出五逆子啦。基本上咧呢3個位置咧係一定咧係不可能咧就擺喺廚房嘅。再加埋咧就係如果咧喺一個咧2026年入面咧呢3個位置，呢3個位置咧分別咧就係咧呢度正北位咧就係呢個六仔度啦，而咧就係呢一個啦西北位咧就係二仔度。咁你可能會同 Ken Sir 講啦，喂 Ken Sir 你又話二仔係呢一個旺星嘅，但係始終佢都係病星啊嘛。7咧就係呢一個三碧。咁而咧，所以咧，換句説話講，如果你個家居嘅廚房喺正北、西北同埋正西位咧，都係咧第一唔得，第二咧就係咧，如果講流年嚟講嘅，呢個亦都會咧就燒起咗咧嗰個咧就係呢一個六乾金，咁即係同樣等於火燒天門，明唔明白？咁而咧呢一個廚房，如果喺西北區本身就已經係出五逆子啦，為神不忠，為子不孝，為貧不義噶啦。咁而咧喺呢一個正西位，基本上咧，如果係廚房咧，你一定係會容易講錯嘢啊，或者表達唔到啊，或者咳到你黐肺咯，明唔明白啊？咁更加要溫馨提示翻喎，如果你嘅廚房係喺正呢一個正南區咧，喺2026年嚟講，呢個正南區咧就乜嘢？就係呢個五黃道咯，即係呢個話事人咯。咁95咧就本身已經製造咗呢個子黃毒藥啦。如果你個廚房仲擺咗喺咧呢一個啦正南區嘅話咧，咁你就會好容易就食錯嘢啦，食物中毒啦。呢方面明唔明白？咁其他嘅地方咧就譬如你喺其他嘅地方喺個西南位啊，西南咧就係呢個七仔埋去2、7合化火，咁同樣咧就會導致一個廚房火太旺咧就會容易有火災咯。
呢方面大家留意啦。咁啊，其他啲位置咧，如果你擺火落去咧，都唔係太大嘅影響。即係同樣咧，就係你個廚房如果喺呢個東北啦、正東啦，同埋就係呢一個東南嘅話啦，呢啲位置就亦都唔係太大問題。亦都要提醒翻一個喎，因為咧流年咧今年咧就係呢一個一就入中，咁而咧你嘅廚房同樣都係唔可以擺喺呢個屋嘅中央喎，呢啲稱之為叫做咩？就火燒心咯，就好容易咧有呢個血管緊塞啦、心臟病啦呢方面咧，大家要注意翻啦。